水木哦，唔係等聽講，有水木就好，咪關係到正經有水業高毛，也身心康健，水木品質嘅部分，故所大家習慣都係有相關嘅。但係有看到阿曼老阿明嘅對話當中，了解到水木嘅品質同重要。其實啦，像係日常嘅壓力、電子產品也都，咪會影響到學習韓國水木嘅品質。建立良好嘅生活習慣，韓國水木正確做嚟本次家先不用輕鬆，咪係對身心康健非常重要嘅部分。接下來嚟看一下短劇當中出現乜嘅詞彙，做嚟嚟看下學習。客家話華語的意思是玩。客家話木竹，華語的意思是眼睛。客家話愛娘，華語的意思是這樣。南勢演腔用版講按呢。客家話哄床，華語的意思是起床。前幾日當暗睡木，愛娘不愛睡唔飽。前幾日當暗睡木，愛娘不愛睡唔飽。華語的意思是前幾天很晚睡覺，這樣讓我睡不飽。前幾天很晚睡覺，這樣讓我睡不飽。南勢演腔用版講前幾日該暗睡木，按呢不愛睡唔飽。前幾日該暗睡木，按呢不愛睡唔飽。早晨7點哄床。華語的意思是早上7點起床。近看數幾日，愛娘對木竹唔好。近看數幾日，愛娘對木竹唔好。華語的意思是一直看手機，這樣對眼睛不好。一直看手機，這樣對眼睛不好。南勢演腔用版講近看數幾日，按呢對木竹唔好。近看數幾日，按呢對木竹唔好。